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荷兰姐生前最喜欢大海了，我想她了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就是不想让她过去。荷兰姐她真的很照顾我。你们认识很久了吧？从我第一次见她到现在，已经有6年了吧。那个时候真的没想到，能跟荷兰姐一起并肩作战。可是现在呢？邓飞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其实我也不懂，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吧。不过老婆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不管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陪着你。谢谢你，段飞。你看谁来了？嫂子，小子，你别太难过，我们会体贴的报仇的。对了，嫂子，别难过了。别难过了。饿吗？你小点去。石头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新雪，我和云石彤已经秘密结婚了。什么？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他最信任的人。我相信你能保守秘密。你们为什么结婚啊？以后会知道的。你过来。老大，这是你帮我调查的名单。这是什么？公司内鬼的完整名单。说实话，即使我早有心理准备，看到这个还是很震惊。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勤勤恳恳的，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现在我们一定要做出决策，红鼎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清理掉，那红鼎的古怪力量就彻底消失了。这样的话，石头身边就什么人都没有了。他有我，有你，还有我们大家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
能挽救红鼎公司。什么办法？老大，你快说呀！找到最信任的商业合作伙伴，在技术人员上提供暂时的支撑。有了这层商业联盟，即便离开一批骨干人员，也不会让红鼎集团陷入彻底的危机中。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哪有什么是可靠的商业伙伴？集团和集团之间，即使是合作，都是冲着商业利益去的。像这种救人的事儿，我想不会有人愿意摊上。其实还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谁呀？苏氏集团。把名单给我。你还是别看了吧。现在几点了4点25。对。金雪，把上午没开的会议挪到下午5点钟，通知所有人。好的。红鼎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，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云总的意思是想推卸责任呢？秦雪，这个方案是电商计划目前为止最完备的方案，请大家仔细看一看。我相信，这个电商计划一旦启动，将会给红鼎带来不小的收入。云总，就算这个方案很完备，但是不知道股东大会上的股东会不会同意？韩副总，我们股东大会上见。好啊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公布，段部长复职了，继续担任监察组的工作。没想到，你的人这么无能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韩元仓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只能靠你自己。靠我自己？靠我自己？你说的倒轻松，我怕是摊上麻烦了。慌什么？红鼎里面不是还有你的人吗？只要你牢牢控制住他们，一样能给红鼎带来威胁。事到如今，这个韩元仓当然自生自灭了。他不过是我们的一颗棋，听话就用，不听话废了就是。
现在阻拦我们的只剩下这个段飞。他已经破坏我好几次计划了，不铲除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云石彤那丫头今天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电商方案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虽然她有了电商方案，可是没有资金周转，人手也不够啊。韩总，我觉得是时候一搏了。说来听听。天浪集团的人已经渗透到红鼎集团的多个板块，地产板块很快就会因为价格的浮动而引发客户的不满。过不了多久，红鼎集团就会出现新的危机。更何况，董事会还有咱们的人，您大可不必担心。这是我调查所有对手的人事变动、资金流向，还有一些非法交易的证据。还有吗？半年以来，天朗集团多名骨干人员陆续进入红鼎，他们修改个人简历，隐藏身份。我相信他们的准备应该是在半年前，而且肯定是天朗集团。老大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急，等跟苏氏集团的合约签订下来再说。老大，就交给我吧，不就是动手吗？放那儿吧，你除了吃和动手，你还会什么呀？好了，有什么情况再通知我，说好证据。我先走了，石东找我，辛苦啊。好羡慕。石彤，你到哪儿了？哦，刚出来。这样，你来海滩吧，就是上次那个地方。好。你什么时候能有女人也让我表现表现？跟着我去。这样的女